地球末日警報，科學家話小行星下一個目標可能係撞擊月球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近排科學界高度關注緊一粒編號2024YR4嘅小行星，呢粒太空石頭早前一度被計算出有機會喺未來撞擊地球，引起唔少人擔心。不過好彩，經過更精密嘅軌道計算之後，撞擊地球嘅風險已經大幅降低到近乎零。但係大家唔好咁快鬆一口氣，因為最新嘅研究指出，呢粒小行星雖然唔會撞地球，但喺2032年，佢仍然有大約3.8%嘅機率會直接撞向我哋嘅天然衛星月球。為咗進一步了解呢個潛在嘅月球訪客，一班天文學家利用咗喺智利嘅先進望遠鏡對2024YR4進行咗詳細觀測。研究結果顯示，呢粒小行星好可能源自於火星同木星之間嘅小行星帶，主要由含有石英等礦物嘅硅酸鹽構成。佢嘅體積估計直徑大約喺30到65米之間，而且自轉速度相當驚人，會20分鐘左右就轉完一圈。最令科學家意外嘅係佢嘅外形，同一般認為嘅薯仔型或者陀螺型小行星唔同，小行星竟然呈現一個相當扁平嘅碟狀，有啲似大家玩嘅冰球。泡泡認為，雖然小行星撞月球聽落好似電影情節，但從科學研究嘅角度嚟睇，呢次潛在嘅撞擊事件其實提供咗一個極之難得嘅觀測機會。如果小行星真係撞上月球，科學家就可以直接研究一個已知大小、形狀嘅小行星撞擊無大氣層保護嘅星體表面時，會產生點樣規模嘅隕石坑同埋其他物理效應。呢啲第一手數據對於我哋理解太陽系嘅形成、小行星嘅特性，甚至係未來點樣防禦可能威脅地球嘅小行星，都有不可估量嘅價值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